來看屏東恆春今年頭一批紙板碟大量褪殼變做烏碟，大家透早或者是買賣的時陣，有的路人都攏看會到是不了水。不過嘛，因為安尼有一台奧多擺為着要閃紙板碟，伊甲速度放好慢，所以去互後壁的奧多擺弄到，加在兩個人攏平安。兩台機車倒佇路物件落啊歸塗骹，屏東恆春邊200線路段車廠發生車禍，這機車技術發現規定的紙板碟飛過車路，為什麼被弄另外一台機車？蝴蝶就一直飛很多，就看到他追撞他了。他是為了蝴蝶減速，他然後在後面他也是被蝴蝶擋住，就沒減速追撞。紙板碟飛過車路樹叢，墾丁國家公園最近是今年第一批燒紙板碟界，疑似紙板碟大量污化。透早黃昏第台26線甲邊200線段看到因前時，找物件才成風，做人安尼發生車禍，好佳在上了，兩人無要緊。前方車輛疑似發現有大量蝴蝶而減速，卻導致後方車輛反應不及而發生追撞。兩名駕駛均輕微擦傷，雙方酒測值均為0。警方呼籲駕駛人應保持專注，隨時注意周遭狀況。每年7月到月中是恆春半島紙板碟成碟高峰期，會佇馬灣山正做一陣一陣熱杯的壯觀美景，景觀處提醒遊客唔通妄手腳甲掠。本處也呼籲不得捕捉蝴蝶，一經查獲將依國家公園法第13條第2款處以3000塊的罰金。除了名列維修好過境的紙板碟，警方甲景觀處也呼籲遊客經過相關路段一定要減速慢駛，則被落雪雨點或者是受雨點的被影響發生事故。記者綜合報道。